过来台湾18档的历史王宴，日前邀请越南的歌星到中华各乡进行慰问在台越南新娘甲老港的义演，现场嘛举办义卖活动，募款除了作为越南的爱心基金，而且另外提拨2万块捐助给台湾的弱势团体。由台南市安平区建平里长保健康的牵线，28号上午到建平里来台南市幼民视障协会捐助。我很感谢我们台湾的社会给我成长。我喜欢帮助那个弱势的人，我在越南帮助台湾有帮助到越南，所以我想说办活动26号跟27号有义卖的钱，想谢谢那个胡金凤里长有帮忙我介绍幼民协会来回馈一点点心意，我们越南人心意回馈来这边，所以很感谢我们台湾带给我们有机会帮助还有协助弱势的人。这摆捐赠的2万块，协会嘛将运用在视障乐龄师傅的每个经费。协会非常感谢来自越南朋友爱心，同时献上感谢状，希望因有缘会当来示范中心体验一下乐龄师傅的功夫。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